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几个会当用来形容囡仔足顽皮的词。娃娃 TV 会当用来讲顽皮的词真侪，毋过大家较知影的就是搞怪甲皮尔。其实除了搞怪甲皮以外，伫咱台语内底佫有真侪讲法。今仔日就互 Lisa 带大家来熟悉。咱头有讲到皮。若是要形容即个囡仔比皮也佫皮，咱之前读书迄支影片就有讲过啊，这叫做皮。若是即个囡仔足固执，无论安怎讲、安怎拍、安怎教，拢叫袂叮当，也是讲袂听。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真顽皮。若是即个囡仔足皮过头啊，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真瘾。若是囡仔足搞怪，袂晓看目色，定爱甲人滴，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真白目。若是定刁工爱甲人滴，讲拢讲袂听，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真记住。若是即个囡仔看到啥物拢想要遮摸一个遐磕一个，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足贱的，也是手贱。若是就爱学袂变物件，甲物件用歹去，也是拆掉的话，咱就会当讲即个囡仔哪贱糖咧，物件拢互伊用歹了了。好，这个词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，咱过来复习一摆哦。搞怪，皮，顽皮，瘾，白目，记住，真，手真，贱糖，大家平常时会当用看卖哦，莫干那会晓讲搞怪甲皮尔。好，另外母亲节要到啊，我先伫遮祝天下母亲节快乐！咱囡仔人嘛，莫收瘾、收皮、收白目、收记住、收搞怪吼。伫即天咧，就互阿母好好啊休困一下，咱尽量莫去连收起，好无？好啦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想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我会一把起赞，佮爱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嘛，会一把起只订阅咧，可不可以小铃铛按下较多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为 Lisa 会员，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